天时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富起来咧》，我是钟永权阿權妹。今日阿權妹要同大家來分享嘛嘅喏，要同大家去天東昂食咖啡，也係乜嘅意思喏？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嘅一間咖啡店嘛，佢最近就係開到一田順，韓國佢唔單槍做得食咖啡，都有咖啡店地都係做得批到，乜嘅意思係漢語嘅意思哦，係唔係前提撇嘅一間店嘛？細細嘅嘅來分享，節目地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有田咖啡嘅玉婷分享。大家好，我係有田咖啡嘅鄭玉婷，歡迎大家有閒來新竹吹吹風，順天水落來坐坐水杯茶。哇！我看到那個玉婷嘅面誒，最近會排寫起來，怎麼講用個面最近係咧當將嘅細下妹啊，家下談幾講嘅開到口，要吃到當溫柔嘅感覺。嗰時候玉婷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雅烏卡嘅一間咖啡店。先來講一下，唔係哪片客家人頭誒？我係新竹菜鐵客家人，哦，講開錄嘅，講開錄誒，對，阿權妹阿權妹開錄講到都唔好，嗰時候我們先開錄向下講。玉婷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到烏卡啲烏卡附近咧開一間咖啡店，按到有田咖啡，也係開到也竹北也就蔬菜從冇。錯。唔過也係大家對竹北嘅了解，就係一個科技嘅上司，有懂到工廠師啊，天字太重，可能就到也就蔬菜，感覺係一個發展到當好啊，當科技當先進，可能都都市化起太流嘅一個蔬菜。啊，唔過唔嘅咖啡店，喊嘅名嘅當貼片就按到有田嘅咖啡，錯冇？同大家分享一下，怎麼個按樣嘅名嘅。有田咖啡其實就是真的名副其實，附近周邊都是有田。對，然後其實位置就是在新竹高鐵附近，走路徒步大概20分鐘就可以到。行路就走得到。走得。那其實錯嘅方向是大概有開發到冇開發嘅景重建田。最近看下相片，會不會還有那個彩霞很漂亮？佢倆是係冇種田的時間，佢冇種發，佢倆是波斯菊，有時佢冇種向日葵。好漂亮哦！所以咖啡店就開到呀，真係係啲田順，係本田味定嘅地動哦。哇！嗰時候就按一個名按到有田咖啡，呀就蔬菜因為當到人會請自家嘅老母啊來開一間店啊，一間店嘅嘅位所一間屋嘅，聽講我們係唔同熟悉嘅環境，錯冇？係，也是我長大的地方。我當日讓我阿公阿婆是會去散步，傍晚的時候，然後是行兩條路落去，行我們是會去啉水，我們要種菜。你們要去啉水？就成日咪落去啉水啉菜，還是行個天星落去，佢倆是我都寫世界的回憶，還是想講這個地方很漂亮，想希望可以都分享給大家。一間屋嘅咩係唔清熟悉嘅環境，係同親戚朋友。哇，同家度就請到一隻蔬菜，到一間屋嘅頭前地杯來開一間咖啡店。哇，真貼片嗬！嗰時候家下有看到一些些嘅老杯啊，韓國一些些嘅風景。其實一間店嘅行落去，因為有店嘅 Google 相片出來看，其實我看到地度嘅陳設，地杯標嘅東西，地杯擺嘅東西，依種同後生人創業嘅風格有些些冇共樣，地度有一些老式嘅東西。對不對？有標一些些咧，比如像係韓藥店嘅嗰種櫃面咧，按樣嘅櫃嘅也掉，錯冇？錯。因為留定也掉東西。因為阿公咪老咧，佢其實想講呢啲東西條體冇要佢來收，咪當打掃。係，係嗰時候係阿公嘅東西。係，全部係阿公。佢個肉櫃是阿公自家設計嘅，200多夾，佢全部係佢自家模嘅。阿公自家設計嘅，是他自己設計的，那請人家做，對，還是保留動好，就狀況也都很好，這樣子。所以阿公頭擺係開韓藥店，然後就留家嘅東西全部留下來。
啊，按用不用得啊，底度还有不用很用冇？有，我们是枪诶，留下来没盘的条件，还是都有留着，然后现在就放我们会用的茶包，那药也都还在里面。所以你们的茶包也，对，我们就会转身去抓茶包。啊，好可爱哦！所以就是第一个阿公头摆很用店妹家整片这个柜子就把它留下来，然后也他们变成店里一个很重要的陈设。镇店之宝。按永因为懂得你还会很好奇吧？就是觉得看到呀东西，就是说哇，你们店里怎么会摆这个东西？对，会说你们以前是中药店吗？会觉得蛮特别的，可能现在就比较少见这样。对，真银董是有看到，而且亚中古董啊，真银黑公我去请含真银请豆，对，懂珍贵，而且头摆用的那个材料都好好，真的，思维都懂好。故说，其实也间店的唔单像安尼哦，也底度嘅东西，刚才因讲来到也间咖啡店，唔做得食咖啡，做得食点心，韩国有懂到好食嘅东西，因为你还做得批到很有嘅香味。呀，很有个香味，唔单像来自刚好我们看到的那个柜子，其实底部设的东西没有很有，对不对？也有，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还有留暗抽，其实那个暗抽其实就是以前的人会有一个像滑轨的东西，然后磨的，然后可是他们会把脚放在上面，然后药材放在那个沟槽里，然后把它磨碎。它叫做暗抽，对，我们叫暗抽，就应该是碾槽，碾槽应该是这么翻，对，暗抽。然后另外我们有切药器。切药器是刀子的，就是往下切，然后是个很厚重的木头在下面，对，然后也有一些秤子啊，然后紫色条纹的包装，我们其实都有留着。哇，对，都可以在店里看到，店里还有卖四神、胡椒，都是以前爷爷的配方。对，也就其实可以来也还都含有啲嘅卖，对不对？而且店面都后面设的都很重要哦，人参鸡汤。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讲，小姐也点店面，我想啊，咖啡店，奇怪，为什么我第一个要喝的是人参鸡汤？同大家分享一下，中满该懂 TPA 咖啡店，但是很跳痛的，会不用一类人参三鸡汤都底度好。其实上到中药店还是非常的系统，而且冲水，我们小时候阿公是会念动都贴的肉细熏、八仙、十全大补，或是人参鸡汤，他给水本来阿婆水炖汤本来就是，他俺们下口是又动都痛后是，又可以还冬天就是当夜血痛。好幸福哦！对啊，还蛮幸福。然后到现在也很爱喝汤。那甚至以前在立冬补冬的时候，我们就是最记得大家药店外面也就会写个大大的，用书法字写得很好，写补冬。然后那天就是周遭邻居都会来家里买四神，然后就是那周就是天天要吃四神，四神排骨、四神猪肠汤都有。给你的给四神汤有加糖吗？有时候会，有时候啊，唔係特別都加糖，就是有時候。跟冇加糖的時候就會是鹹的。對，因為我真嘅係盲食過甜的四神湯。對，我們也會吃甜的。但是它就不會加其他，就是四神材料加糖而已。哦，就不會加肉類這樣子。對。哦，就四神甜湯的感覺。原來係安尼。所以你偏題了，回到你三雞湯，就是這樣子的很有嘅補湯，對你來講也係印象當深，很些時間太嘅記憶。對。啊，到也下就想愛留安樣嘅溫暖同樣嘅人客來分享，對不對？就是希望客人也都可以感受到我小时候被照顾的这种感觉，就是可以喝一碗汤，下班喝一碗汤，或者是出来走走喝一碗汤，你就觉得蛮舒服的，然后身体都蛮顺畅的感觉。对，啊，唔过眼上一问，很有对亚哈跟人的接触嘅长途接受度还好吗？我们家其实接受度都蛮大的。如果是对客人的话。客人其实不要那么重口味，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真的，不要太苦或者是味道太浓郁，觉得还蛮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吃到可能从行业的关系，就是他讲你你做嘛该真研就懂好食同，食同嘅话就听说懂才会加一些些的很药材，一滴滴的没有可能，比如讲什么最基本的没有加可能有加枸杞的就是给酒嘛，给酒可能就会加个柑橘，然后其他就像你刚刚讲的，给到没懂加吃到，所以他赶紧对很有可能接受度蛮高的，感觉是，对吼，所以才会不用按用给这个品相在 menu 上面。好，然后来吃吃看呐。好，对。哦，
哦，很香哎，因为俺们青好色嘅什么嘅米线，香味很重。对，所以还有。哇，我後背真然會有個甘甘嘅面絲，回甘的味道。對呀，也真然係，你這麼該吃到痛，就吃到係一件當幸福嘅事情，對客家人尤其係安尼，因為頭擺我搭擺轉戶卡都一下，我家人嚟我搭擺轉戶卡，我爸就講基本也冇湯哦，冇湯澎湃哦，就是有湯就是很澎湃的意思，你知道嗎？對，有湯嗎？對，所以嗰時候唔單止有湯，啲店嘅都會有3種湯，錯嗎？對，其他的湯品是什麼？像除了人參雞湯，我們也還有香菇雞湯、蓮子排骨湯，蓮子排骨也賣得很好，不過小朋友就比較能接受是香菇雞湯。哦，也很經典。嗰時候當 TPL 基本嘅有唱到有聽來到節目當中。我小姐有個咖啡店，唔過先對漢藥嘅湯開始來小姐，還有當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永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兩間咖啡店，到也新竹準備有隻素菜，開到天東王，嗰時候按到油田咖啡，油田咖啡，今日有聽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先同妹妹開嘅一間咖啡店。先有特色嘅係佢唔單止係食咖啡，佢其實還有當到東西，比如講人家睇咧，同大家來紹介就係參雞湯，除咗參雞湯以外，還做得有其他湯嘅選擇，唔單唱按呢。聽以後會同他來紹介係也很跳痛，也跟咖啡店聽起來沒有什麼關係。很多撈豆腐乾，對不對？為什麼會有這個品項？這個品項也是我們小時候吃的啊。對，就是有時候睡午覺起床，然後你就覺得什麼味道？外面甜甜的，然後甜甜的，奶奶在滷這個味道。我最喜歡甜甜的，裡面就是有冰糖、醬油，其實都是很原味的材料，然後一些中藥材去滷而已，有一點甜甜。好香哦，那個五香的味道，那個八角有很好吃哎，而且那個也是甜甜香香的米絲，所以應該說你要都可以要點點誒，有一些些嘞感覺把你們小時候的記憶放回來這裡，對不對？你看有阿公的櫃子。對，有阿公跟阿婆煮的雞湯，阿婆的豆乾。對，這其實你們很想放很多以前小時候的回憶回來。對，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真的感受到我們小時候曾經吃過的，然後分享給大家。對，而且還不止這樣，這個我們都先把那個甜點跟咖啡全部不用都清理。我們前面呢先講這些青 T 片有他們咖啡廳特色很有特色的一部分，就會有漢藥嘅這個材料在裡面，不單像剛剛講到嘅藥，還有其他的鹹食類別，對不對？像店裡賣的很好，像咖喱飯，我們有辣的跟不辣的，用牛肉，然後也有苦茶油拌飯是全素的。另外很特別，我們有蘿蔔糕，是客家式的蘿蔔糕，它就是純再來米、蘿蔔絲跟胡椒粉而已。然後我們也有麻辣燙，也賣得不錯。所以很多人嘅店裡都是都在選食懂豬食飽，真的。然後等一下休息消化一下，再過來吃點心的。哇，很棒哎！那像剛剛講到麻辣燙跟咖喱，其實都是因為有漢藥嘅的藥材放落去，對，所以你不卡嘅咖喱裡面有七嘎嘅特色，七嘎去透嘅這些中藥在裡面。有，我們還是有加一些就是基本的中藥磨成粉，然後再煮在裡面。不過都是很微量的，所以你吃起來不會覺得很衝突。哇，用糖葉
就很想去吃麻辣烫的部分呢，因为卖得很好。对，然后懂你好生麻辣烫。对，其实很多人都爱吃辣，然后我们又很喜欢吃板豆腐，对，然后就希望就是这个也可以是我们的主打商品。确实，这也是卖的还不错，蛮多人喜欢的。所以同大家来分享幼婷家的开嘅店，咪真件非常嘅特别。虽然喺很多咖啡店，唔过。就像他家人出去就做得讲很喜欢吃咸食，古时候做得来到一间店诶，做得咸食包啊来，再个来食糕诶，咸食包再个食糕诶，安样嘅感觉。那我还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幼婷真件就是懂后生，然后一般来讲就是可能唔会就想到讲很难说，就是年轻人一开始就会想说我要回家创业，比较少。对，那像威母和幼婷头摆是有相关的工作的经历吗？也还讲做嘛该会想到讲转豆腐卡了开一间店。原本我其实跟餐饮业是没有相关，我是念外文系，然后后来我就去航空业服务。然后因为疫情之后，我就回到家，然后就刚好妹妹一直都是在餐饮业，然后咖啡业，然后她很想开一间店，然后刚好这样的契机，我们就一起，刚好我就觉得姐妹一起同心应该可以做得很好。所以疫情到现在应该7年、5年，差不多5年时间。哇，就给听工，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就先暂停航空业的工作，然后就直接就放下了。对啊，就觉得好像也可以回家陪家人。对，会不太适应吗？就是一开始吗？很都市，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感觉是非常非常那梦寐以求的行业。我也很想当空姐啊，我就身高不够啊，对不对？就是应该会懂得 CMO 也非常梦想中的行业，然后来到自己创业就是超级辛苦，完全可以想象，就是要自己做，不后悔，但也不会。这只能说我不后悔，然后回到家可以陪家人，我觉得很好。对，没错，就是有体验过，我觉得就可以了，都是我人生的养分。哎呦，咩懂好，係一種人生的經驗。不過同妹妹傾下來，佢點不卡你，因為你就是最親近的人，有時候跟最親近的人，親接就會引起我嚴格嘅人，所以玉婷跟妹妹就是傾下來從入呀歌場當中會兇吵嗎？哇，會感情不好嗎？不會，我們從來沒有吵過架。好可愛啊！天哪，你們用機會就懂講，其實很像對，很多人都以為我們是雙胞胎。對啊。而且你们就是整个连气质都很接近有时候连我爸妈都会认错，真的假的？太像了。所以你们2个是属于不会吵架的姐妹。不吵，我们是小时候打闹而已，长大就是好好沟通，2个人都算脾气还不错，好好用讲的就可以。讨论真的没吵，发誓5年没吵，没严格，没让尬狗，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很不简单，而且就表示你们应该都很对于店里有一样的热忱，就比较不会有不一样，就是彼此付出不一样，所以会有争吵的感觉。而且感觉就是因为中药店药柜就会是我们的信仰，就觉得那一起让它好，然后各有各的想法，可以让店里更好。我们就会好好的讨论这样。哇，很棒啊！唔但像安尼，来讲到也两姊妹去家来可以见店妹啊。虽然今日请姐姐来，怎么个妹妹冇来呢？因为妹妹伫个开店上班，对，妹妹伫上班，所以他们只能派一位来出席，请姐姐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虽然黑暗勇讲头白黑妹妹一直都非常有心在经营餐饮业这一块，但其实2-3年都有懂。用心的给精进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所以还有我们终于要讲到咖啡店的其中一个重点了，就会点心的部分。甜点其实也是现在蛮考验懂的，尤其是像这样返乡的青年，然后回去创业一间咖啡厅，可能懂你会强美会做很同质性很接近的这样子的一个店，但是。
要怎么样做出特色就很重要了。今日没有带呀，东定一下给给乐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很可爱的蛋糕。蛋糕的话，最近季节限定是水蜜桃，那我们是夏天对，然后很清甜的口味，然后我们是用铁观音茶的戚风，然后中间会夹一层蜜桃茶冻跟新鲜的水蜜桃，所以中间那个是蜜桃茶冻，对，是茶冻。然后里面有真的水蜜桃是打在茶冻里面，哇！而且整个造型看起来就是很文青的感觉，很适合你们店的风格。对，那这一款算是期间限定，不是一直都有的。对，就不是一直都有。然后这个里面的底部嘎给料都是你们自己创意去发想的。对，就是我们觉得可以试试看夹什么会好吃这样子。所以应该也花了很多力气，就是有试一下。对，然后所以等于说就是现在因为体妹有气嘎黑专研就是学习烘焙的部分，所以就等于说是2个人一起碰撞出来。对，会不会有觉得，那我姐姐，我觉得你弄的那个不好吃？我们会讨论啦，就真的不好吃，我们就会直接说。那我来试试看，这个是谁的 idea？ 很好奇。其实也是讨论出来的。我们很爱吃水蜜桃，然后妹妹喜欢铁观音，很高哎，很高。这个给了搞懂狗哎，我现在在想办法，我要怎么样可以一口吃到每一样东西？我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切到，这上面这个就是水蜜桃，水蜜桃。对，有点是美国的水蜜桃，可以的。那个戚风蛋糕的茶味很明显哎，很好吃哎。因为水果加茶，当然它基本上可能可以比较安全的路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就是很担心茶味太重又会苦，茶味太轻就生不到茶跟蜜系，所以它必须要搭配的刚刚好。水果又不能太甜，太甜也会抢走那个蛋糕的风味。真的，很好吃哎，这个应该蛮受欢迎的。对，卖的还不错。而且不同的季节就会有某种用给戚风蛋糕的口味，对不对？比如说有做过哪一些？比较常态的，我们是红乌龙葡萄戚风，那红乌龙我们就是用台东在地鹿野红乌龙茶。对，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生乳酪，像这个的话就是无花果，这个也会是限定的，是上个月的限定款。对，然后我们比较销售比较好的，像是也有红心芭乐生乳酪，像是这个，对，它是比较清爽的，很特别。对，然后我们上面会用腌过梅粉的芭乐，然后吃得到梅粉感的蛋糕，你会觉得自己很像在吃腌芭乐。哇，这个很特别，让我芒色糖糕有你用暗用给搭配。对，很有特色，就是自己觉得还不错。对，然后像这个的话是奇异果戚风，好漂亮哦！而且你不用都给 Hellboy 给某位投钱，就觉得对，都甜笋泡给下胸片，就觉得哇，好漂亮哦！这个呢？这个是焙茶咸奶盖，然后上面会有一个像是咸的脆饼，还有栗子。哇，所以某 Q 用嘅季节就会有某 Q 用嘅期间限定口味，对，所以大白希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就会有常态的跟季节限定都有，很棒哎，真嘅非常嘅有特色哦，唔但像鹹嘅東西有特色，甜嘅東西沒有特色，故所其實家到咩不用到用心都要點度紅，咱們有按呢按好嘅成果到成績，還有當到一同睇下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進來。好，非常大家真係福起來咧，我係總有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油田咖啡，都係第3段總算愛講到咖啡嘅，喺頭前講嘅當多，因為油田咖啡最近做嘅非常多嘅準備當多嘅好食嘅東西，愛同跟人客來分享。
亚哈众生欧来讲到咖啡咩嘿七家特别去偷的，这个也是第新做的朋友来自己烘的咖啡豆，对不对？对，那就也偏入豆龙滩，然后我们是咖啡豆是选4大产区，那我们不会到真的很苦，我们是中偏中深的豆子，像有哥伦比亚、伊索比亚，然后哥斯达黎加，我们都会把它混在里面，所以喝到其实是蛮温和的咖啡哦。然后也可以选择就是手冲的方式，也有手冲的，意式手冲2个都有。现在喝是拿铁，觉得很快乐。不要以为我刚这杯亚比其实不用懂酒哎，但是到现在它的咖啡的味道跟牛奶的味道还是很刚好，比例很好喝。所以其实你也得有去烘，就是泡咖啡这个部分。有。对，所以每动作呀，有动都可以某用给现切，当然也是有茶饮的部分，对不对？如果不喝咖啡的话，对，有没有咖啡因的？我们有花茶、茶包、玫瑰红枣茶，然后铁观音，也有人参茶，对，都在店里是卖的不错的。但是因为就爱头白，我也是有曾经幻想、梦想，想要开一间店，想要创业。那我可以跟店的，其实我考虑到的事情有很多，尤其是人的就像两姊妹听，但是你们会做的就是品项非常非常多，我光想到你们要备料就不知道花几多时间啊！我买按多某用的东西，有想说我当初怎么？就是要品项这么多吗？我还蛮好奇的。一开始可以新某安豆，对，就慢慢陆续新增。但一开始其实东西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始也不熟悉，我们每天都是忙到很晚凌晨，但是慢慢渐渐上手才好一点点。对，所以现在取得了一个现在有到平衡的状态，然后这么多样东西 handle 得了，可以，很厉害耶。但是有吃到按用可以呀，因为呀它有新5年呢，应该。对一间创业的店来讲，吃到应该会行到它稳定的期间了，就是已经步入稳定期。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你回想头白一口是张冲牙杯时间，有没有觉得有哪一些困难啊？也还更辛苦的手材？说辛苦也不会真的到很辛苦，但是真的有遇到问题，感觉比较麻烦就是老宅改造。老宅其实会遇到很多就是水电的问题啊，防水，然后你就要花很多心思去照顾这间老房子。对，那我们中间又遇到疫情，真的要说比较困难的就是疫情的时候，但我觉得这是对所有餐饮业人来说都蛮冲击的，是一个很艰巨的考验。对，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比较稳定之后，可能难的地方就是在开发新的 Kill Me 新的这个招牌上 menu 上面要出现的东西，对，也是经过很多的尝试，对吧？就一开始其实某很多年第一爱掉都那一道，会觉得有准备了的提供6天冻片皮，唔系台这个地的性种，对，所以要让大家知道有甜这件事，就是一开始我们也是，就是慢慢我们一步一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先把好吃的东西做好，然后大家口耳相传，我们就慢慢做，就不要急这样子。所以品牌的建立一开始没轻辛苦。对，就是一开始会觉得，会有点力不从心，但是就慢慢来，就是相信一定会更好。但是也董兄的底亚希点美独红，大部分的人哈，算是比如说，周幽灵沙哈豆啊，还是说当 TPA 请，我在 Google 上面看到这间店很厉害，我来找你们这样子。现在应该就是要特别，大部分的应该是就是特别过来，因为附近其实没有什么。周遭有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其实是在隘口老街上，然后大家听到隘口老街就会说觉得，这边是不是有什么老街可以逛啊？是不是有菜包可以买啊？对，有没有七霸可以吃啊？对，所以其实就是可能这边会有一点小小的误会，但就是很感谢大家就是特别来有田，然后看看这里的风景，然后吃我们的美食。所以亚哈懂懂你还会当一起。对，就是去找你们这样子，哇，很棒！而且，其实许多个片呐，因为没算客家种，周游岭山没懂客家人，所以也有很多后生人带点斯坦人会来到人家的店内都红来吃饭，对不对？对，很多，蛮多。
又就是祖孙，对，或者是一家人属公属婆，就会大家一起来。然后你有时候在做咖啡，你就听到他们聊天的时候在讲客家话，你会觉得很亲切。对啊，就很想跟他们回答。真的，你知道客家人就会吃到谈到客家的老人啊，家都讲客家，也係讲就是有客家腔的华语，你就会觉得好可爱，真的很可爱。啊，你在给爷爷奶奶茶的时候，你就会想跟他说：“人家东西很好线哦，就是很想要照顾他们，提醒他们一下。”那你有跟他们就是讲过客家话吗？有啊。那家到嘅反应係嘛？他们会蛮惊讶的，就是说有俩奶又。他有没有？他就说有俩下奶又安酱给和尚因为讲哈，安酱给谁啊？冇因为讲哈，对不对？因为讲哈呢，他谈诗的，对，所以就会，这好像也是现在年轻一辈的客家人在追寻的一种对于故乡的一种亲切感，对不对？因为现在真的越来越少。懂后生人会讲客，对，真的越来越少，所以你听到那种很客家的那个客家阿公阿婆，就会觉得哇，谈起来就懂亲切，所以你也是阿公阿婆控，对，老人从小每一辈阿公阿婆图台都是这样子，对。那有没有许多你店妹读烘给人哈给你的一些建议，或者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客人，都在同台跟分享？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就真的都没有人。可是，就真的有一天，然后是我们之前的常客，他们就真的开车来，特地外带拿就是咖啡，然后就摇下车窗，就跟我们说：“你们姐妹一定要加油，要撑住。”那我们就觉得，哦天哪，就是他们记得我们，对，就很感人。因为更是疫情期间，应该大家都是某嘛该干拼都不会吃饭，对，甚至就是摇下在家，对啊，就觉得哇，很开心，有被记住，对，就这样子就觉得哇，很暖心的感觉，对。其实真正爱多多分也就后生人赚到不卡来开一间店的，爱多多分也就鼓励，因为创业真正唔系安简单的事情，就是你要扛一整间店，已经不是说你第一步生意投入，你就是把自己工作做完就好了。其实创业有多多嘅压力爱负担，唔但像按呢赚到不卡咩有不卡人来支持咩懂创业的事情。其实家人是很支持用姊妹穷下来创业的，对，也给很多帮助，对不对？非常多，像爸爸妈妈可以说是天天都会到店里来，对，天天哦，天天，爸爸下班就会来看一下我们，好可爱哦。然后这是我们的菜园，爸爸会在这边就是你们还有菜园，有时候爸爸会种蛮多菜，就会分给客人，然后客人也会觉得好可爱哦，怎么有在地没有农药的菜，好可爱哦，所以一定要店妹多哦。然后我妈妈不定时可能会遇到，对，妈妈会帮我们照顾植栽、浇花，对，她是我们的绿拇指。奶奶啊，好可爱！在天四神卖完，她帮我送过来，好可爱哦，亲的影像。对啊，今年用赚到不卡新一年呢，爸爸妈妈韩国阿婆妹不卡人本动到嘅天数，透过亚达节目，要不要跟家人说什么？有没有觉得想要跟家人表达的感谢？想跟他们说，真的很谢谢他们。然后以前爷爷的药叫续元药房，就是续是旭日东升的续，元是元气的元。然后想跟他们说，我们把续元药房照顾得很好，很棒。我觉得，其实我们介绍了真的很多后生嘅要赚到不卡开店，但是大间店都有7家无共用嘅故事，因为迄种嘛嘅夫妻来我有抢到按到后生人来到咱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家的。珍惜客家和个7家不卡嘅记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日非常什么玉婷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那最后呢，节目亲民，因为我们这个算是中药店的第3代，也有点算是啦，算是吧。对，故说大家对于汉药可能有一些来赏分，会觉得它不是这么的好亲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药，但是呢，今日玉婷会从它来分享，让中药可以很生活化的方法，对不对？对，分享一下。像我小时候，我们家冰箱里面的常备饮料，我们不太在外面喝饮料，然后就是
家人会帮我们煮枸杞，就简单的3个材料而已，枸杞、红枣跟黄芪，就那边那一盘，对，就这3个而已，你就把它煮水，然后滚一下，然后让它的汤水变成就是浅浅的橘黄色。你可以喝热的，或者是放在冰箱里面当常备饮料，所以冰的也可以。可以，我们就是平常都喝这些。哇，甜甜的，然后以前长辈都说顾眼睛，然后养颜美容，可以让比较不会那么常感冒吧。对，所以平常时每周在用爱用的方式，你给喝的水就可以有一点点的味道，就不会这么无聊。对，就不喜欢喝水的人也可以试试看。而抖色水就可以像玉婷皮肤那种感觉。还有这个丁香，好香哦！它就是压底杯，这虽然有给塑胶推，不过底杯就是满满的丁香哎。对，那这个可以干嘛？我们是都会把它挂在门口，防蚊虫进来家里。因为它味道很重，可能蚊虫会有一点怕这些味道。对，我们就是像挂艾草一样，就绑在门口。对，我觉得有种热红酒的味道。对，所以它咪西董从太阳做的喜欢用点拿按用的丁香就可以做，放在这种卤包里面，就可以做一个防蚊防虫包。对，故事今晚非常什么玉婷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可以收看休息一下，等下看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术听站，韩国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听站听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